啊！小心啊！我要喝，我还要喝2杯。慢点，慢点。带2瓶。哎呦，小心！请您系好安全带，车内温度合适吗？合适，走吧。你呀，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可爱。师傅，对阳要走啊不，你的鸡胸脯，很补的鸡胸脯。扶你个大头鬼啊！来睡。我说，要不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？当然要走啊！走什么走啊？那现在正是推进你们感情的重要时刻，你该出手时不出手，你怎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？停止你那些龌龊的想法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得嘞，那您呀慢慢正人君子，我去叫保姆给他收拾收拾啊。我就不信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能控制得住你自己？文君，把袁思雅的资料给我调出来。好，拜拜，老板。算了，我是正人君子。小袁在校期间一直规规矩矩念书，没听说参加过什么体育小组，也不经常去健身中心啊。那他为什么跑得这么快？可能是天赋吧。还有别的什么信息吗？他在校内基本没什么朋友，在校外圈子里接触最多的人是裴修哲。这一点倒是对上了。老板是对夫人的身份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算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还好跑了，保持我的全景墙。一看就是公司高层，不能得罪。不是吧？我怎么就惹到他了？我现在为命。等一下，完蛋了，这才上班的第2天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这门儿怎么开啊？哦，把卡放在上面刷一下就行。哦 ，Thank you。不客气。原来是个铁憨憨呀！真是个铁憨憨。这么巧，我们在同一层哎。是啊，好巧啊！我叫娄少柔，法务部的，你呢？我叫袁思雅，你叫我小袁就行了。我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当前台。
那你也是第一天来上班吗？不是，我是比你早来一天。这么巧啊！那我们都是都市丽人呢。你说我是丽人？哎，那以后我们多多关照。那女人谁啊？必须。我怎么没见过她？一起去吃他们再这么聊下去，我的身份是不是会穿帮？加个微信呗。好，我去调查一下任何法律问题你随时找我。行行行行，你希望我还是别犯法。不要客气。哎，下班一起坐地铁回家。好啊。张经理，好。小袁同学，张经理，工作很认真吧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好消息。什么呀？你升职了啊？啊什么？因为你工作表现出色。可是我才工作1天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有些人工作10年相当于1天，有些人工作1天相当于10年。我们是因为发现你身上无限的潜力，明白了吧？赶紧收拾收拾，去温经理办公室报道，加油！温经理，我就知道，哼。老板，这次的城关开发计划，你先来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的话。你，为什么非得让我当助理啊？你是使唤我使唤习惯了吗？因为正好助理的位置空缺，你又表现优秀。那他干嘛的？我是秘书，跟助理不一样。是啊，他的职位可比你高多了。你无不无聊？我不跟你闹了，我下去上班了，行吗？站住！林秘书，把助理的待遇告诉他。助理日薪半天500，一天1000，全勤奖金另算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留下来了吧？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真这么好心啊？那当然了，不过话可说清楚，人情归人情，工作你还是要认真对待。袁助理，哎，我要喝杯咖啡。哎，好的。钱可真没那么好赚，这一上午跟伺候爹似的。小袁啊，经理说他饿了，让你给他准备饭，快点哦。好，马上就来。喂，修哲哥。月，今天中午能一起吃个饭吗？好呀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忙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那好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文军哥，帮我个忙呗。什么？帮我打下饭呗。不行，这是你的工作。拜托了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得出去一下。哎呀，我打从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觉得你是个乐于助人、心地善良的人。我相信你肯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改天请你喝咖啡好不好？行吧行吧，那你早去早回。谢谢。很重要的事儿。谢哲哥，什么事儿？是不是有我姐的消息了？饿了吗？啊，你这点了一桌我喜欢吃的菜，难不成是有什么坏消息要告诉我啊？先吃饭吧。谢谢你昨天找人送我回去。你昨天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喝了那么多酒？心情不好，一下子喝多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姐姐就在文达室。她在文达室。你说她是不是真的逃过？我在这傻傻的帮她顶帮，帮她凑钱解约，在她心里我就这么不重要吗？
你在他心里当然很重要。这些年，他让我一直照顾着你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他都一直关心着你。明明现在受伤的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他说话？我喜欢他。3年了，不管为他付出多少，帮助他的事业，帮助他照顾你，都无法走进他心里。所以，你一直对我好，都是因为他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妹妹，当然会对你好。妹妹。那修志哥，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上班时间还跑出去，我看你是嫌你钱赚的太多了吧？对不起啊。把这个复印一下。袁助理，复印啊。哦。喂，谁啊？妈，是我。真糊涂孩子，终于想到联系你爸爸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快点，别动别动，我刚呢。别打电话。妈，我现在真的很难受，你能不能听我讲讲话呀？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来个。我是胡嘞！来个事情意思，来点儿，快加一下。哎呦，又赢了！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嘛？袁助理下班了啊，他已经走了，但是他的工资还没拿。明明现在受伤的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他说话？我喜欢他，不管为他付出多少，帮助他的事业，帮助他照顾你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妹妹，当然会对你好。妹妹，只是妹妹。别喝了。我已经下班了。这个不要了吗？当然要啊，钱我已经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说了，别喝了。我还有啊。
知道。我也喜欢你。是不是我优秀一点，你就会更喜欢我了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走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努力赚钱，我想要解除婚约，我都是为了谁啊？我都是为了你啊！修哲哥，修哲哥，修哲哥，修哲哥。圆圆圆，不要难过，还有一整片森林在等着你呢。一棵树都守不住，还妄想整片森林啊！既然全世界都伤害我，那我就要去伤害全世界。我要做渣女。我要做海王，我要去摸鱼。还是让我去上班吧。上班。哎，小袁姐，早啊！早啊，桂爷。啊，桂爷，哎，昨天是谁送我回来的？进晨说碰到你那个师傅送你回来。什么年代了？果然是年纪大的人，思想也老土。哎，关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不让您出去，您说您，哎呀！开门！开门！啊！这灵魂。哦，开门！哎呦，你就帮我把门打开吧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哎呀，小圆姐，这次我是真帮不了您了。你说，如果你离开，那就是我的失职，那我一失职，我就没了饭碗。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刚过门的媳妇儿，我太难了。别说话，我太难了。开门，关门，嘿嘿，挺好使。怎么办？要迟到了呀！不是吧？这么绝吗？
这点小破玩意儿就想锁住我，我这溜门撬锁的小公主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多一颗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你这也没约着装修啊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小媛姐，小媛姐，小媛，哎，哎呀，来呀，桂姨，一起来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一起摇摆！不了不了，你这不是我的 style，你慢慢跳啊，慢慢跳。小媛姐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那情绪好像有点不太对，她一直在那，哎，一直在那儿晃。哎，你说她不会闪不开，喝什么违法药物了吧？她是，她太可怕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样啊，我给你拍段视频，你自己看看啊。你等会儿我啊，太可怕了。小媛姐，哎呀妈呀！哎呦，不好了，小媛姐逃跑了！哎，小媛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您的卡过期了，不能进入。过期？怎么会过期呢？我这才来上班没2天，我是文经理助理，帮我打开吧。袁助理，你被开除了。不，什么情况啊？老板说了，你不再是他的助理了。站住！为了那么大劲把我招过来，我好不容易同意来了，现在说开除就开除，玩我呢？我要找他说清楚。你这是……哎，借我一下。哎呀，哎，不用，哎，小袁，我招你惹你啦？你说把我招来就把我招来，说开我就开我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没拦住他。你昨晚失恋了？我不会喝多了什么都跟他说了吧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没有必要跟你报备吧？但是导致你今天迟到了。我是迟到了，可你不能因为我迟到就把我开了吧？这里是公司，又不是跟你过家家。这干嘛？失恋就能不工作了啊？谢谢师傅，啊不，谢谢文经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那个你自己弄一下吧。哎，这闹哪样啊？工作去。师傅说的对，失恋也要好好工作啊。文军哥，你帮我看看这个表格怎么做呗。好。我看看啊。嗯。这个你就
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这样。Command 加 O，打开这个，这个。然后呢？妈！温经理，表格已经发您了，文件在桌上。给我倒杯水。文军哥特意交代过，您喜欢喝温水。合作方对接好了吗？合作方文军哥已经交代我安排到指定的酒店了。这是您的日程表，你明天晚上5点到7点要和合作方代表共用晚餐，是对方喜欢的法餐。对方对花生酱过敏，这些注意。么么哒。过来过来。怎么了，老板？看到他刚才的样子了吗？哦，原著里这样蹦蹦跳跳的样子，在公司确实不妥。以后啊，多给他发奖金。啊？老板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吩咐去做了。温经理，这是整理好的资料。对了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我还得加班呢，明天的工作计划表我还没有做。我来帮你做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事儿，就交给我吧。你是不是羡慕我最近奖金拿的有点多，想抢我功劳？我干的再多，奖金不都是你的呀？好了，先下去打卡吧，门口等我。那好吧，辛苦文军哥了。没事儿。这个先放你这儿。那需要我开车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啊？请人吃饭啥也不带啊？今天你请客啊？没问题。你看我最近领了你这么多奖金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再贵我都请得起。走吧，上车。欢迎光临，两位里面请。哇，师傅，这里一看就很贵啊，你很会挑嘛。服务员，菜单。对不起，女士，本店没有菜单，是厨师长为二位推荐和定制。定制啊？去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之前跟那些投资人应该没有少来这种地方吧？
不好，不会被识破吧？要是姐姐的话，肯定常来啊。这么多呀，你这也太……怎么了？没事儿。 La Fée in 2009。好，等一下，多倒点。好，多倒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满上，一次性满上可以吗？哎呀，这抠搜。谢谢啊。要喝就喝够，诚意满满。不能失了名媛的气质。这也不难嘛，比扔铁饼什么的容易多了。品味不错嘛。师傅啊，这种场合很正常嘛。是很正常的场合，但是把拉菲当成料酒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自创的。那个师傅啊，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包容，我敬你一个。谢谢。哎，停！我先拍个照。让手机先吃是当代青年用餐的基本礼仪嘛。所以，现在可以用餐了吗？请。怎么都是肥肉啊！哎呀，总算完成了。唉。你是一种感觉，写在秋日晚风里。呀，你居然看出来这是5味牛排？哎呀，就是有一点难嚼。原来这是拉菲，拉菲都拼错了，就是服务枉我生有加班加点，都不给倒满的。不过老板总算博得美人笑。下班。师傅今天吃好了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别浪费了啊，浪费可耻。都喝了吧。2位一共消费58000，请问多少？您好，一共58000，请问刷卡还是现金？我请了。你之前不是答应了吗？可我也没说请这么贵的啊。那你还要请我吃路边摊？请问2位是谁买单？你先等一下，我们2个商量一下行吗？你说吧，你沾了我的光，也赚了不少的钱，不过1顿饭而已嘛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1顿饭？你说的倒轻巧，58000的饭啊，你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请啊？钱呢，不是省来的，是赚来的。可我还需要10万块钱解除婚约，我马上就要凑够了。你1顿饭给我吃掉了1大半。
我平时给你的奖金不是挺多吗？你再过几天就赚回来了。再说了，这顿饭啊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们2个人之间友情的见证。你要是不请的话，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连这几万块钱都不值。这样，这顿饭 AA，欠你的半顿饭我下次再补。我没带钱啊，手机支付很方便的。丢在公司了。我帮你垫。我不喜欢欠别人钱。嗯，算你狠。先生，请问可以买单了吗？啊？刚才那位小姐不是已经去买单了吗？竟然看我吃这么贵的饭，我真当老娘这些年白混了。给钱！以后你有任何法律问题，你随时找我。你把温经理自己一个人丢在餐厅啊？我哪知道他消费水平那么高啊？这钱对他来说也就芝麻点大，可是对我来说可是大钱啊！可是老温现在要是付不了账的话，他可能是刑事责任啊。刑事责任？放了我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敢吃霸王餐了。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呢，霸王餐有可能构成诈骗罪。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，诈骗公共财物如果数额巨大或者严重情节者，你直接告诉我要判多少年？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而且会没收财产。估计这辈子就毁了。那么严重吗？把钱赔上不就没事了？就算赔上了钱，也会有前科啊。那你让温经理在公司怎么抬起头来啊？人呢？他刚进去。进去啦！你们这也太草率了吧！我们又没说不结账，我这不是回去拿钱了吗？至于吗？刷卡。女士，别跟我说话，你刷就是了，58000的，别让我看见。那个密码，请您按一下确认键。你按嘛，你非得让我按干嘛？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，就差一步我就能解除婚约了。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钱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女士，先生安排的这瓶拉菲是我们店里的慈善款，58000元一瓶，其余10瓶我们都免费赠送。善款我们将全部捐给儿童基金会，感谢您为公益做出的贡献。我恨他，我恨这个人。那你还回来干嘛呀？你不是进去了吗？我去哪儿？你不是说他进去了吗？对啊，刚刚进去上厕所了。你该不会真以为我被警察抓走了吧？抓走了才好呢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的钱都给花没了。好啦，月月，钱没有了，我们可以再赚嘛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吃的大餐。谢谢这58000嘛，我钱都没了。我的58000呀！在柜上宣布身份啊？没错，虽然听上去有些高调，但是为了他，值得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
我帮你解除婚约，然后再娶你。老板，合同已经落实了，这里需要您过目一下。行，你先出去吧。王俊凯，过来呀！怎么了？你能不能跟他说说，让我下去办公啊？这得经过温经理的批准。不过你为什么要下去办公啊？还不是因为他昨天坑了我那么多钱，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他。坑？温经理说感谢你昨天请他吃那顿5万8的大餐。不，你别跟我说这个数字，我实在是不想听到这个数字。你看，我也不像那么慷慨的人，对吧？那笔钱对我真的很重要，能不能跟他说说，让他给我报销了？我发票都开好了。我看你朋友圈，昨天还是挺开心的嘛。你别担心，很快你就有钱了。啊！恭喜你升职，你现在是原特助了，月薪5万8，不算绩效奖金。谢谢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努力报答你。等我解约了，再请你吃一顿5万8。这丫头，爷爷，我听说你把袁思雅弄到公司上班来了。啊，都是按照您吩咐做的。胡闹！我是让他给你端茶倒水喂饭吃的吗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吧？金晨，你给我记住啊，就他袁家那点资产，收不收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。我看中的更是袁思雅这个人才。如果他是徒有虚名，那这个买卖不做也罢。思雅刚进公司，适应的也很好，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的。希望如此，但是你也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明白。不说我都忘了，投资圈的天才少女，就她。这里福尔马林泡的鱿鱼特别好吃啊，还有地沟油做的酸辣粉，我一次能吃2碗呢。哈！我警告你啊，分分钟教你做人，爱国运动员的揍吧你！唉，看来投资圈也不太景气嘛。师傅，喝奶茶不？怎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啊？就因为我给你涨了工资？尝尝嘛。好喝吗？还不错，说吧。楼下那家奶茶店搞促销，100米跑14秒打5折。所以你是用了1杯的钱买了2杯？不啊，我跑了11秒，老板又给我送了1杯。11秒？你怎么不去报考省队啊？你在我这是不是太屈才了？所以这是一个赠品啊！不喝给我啊？对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个天才少女到底是投资圈的呢，还是田径圈的？为什么你连最基本的办公软件都用不利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都是因为我爸，他呀非得给我塑造一个什么天才少女的形象，说是这样才能更符合袁家女儿的身份。那父命难违啊，我也只能配合嘛。你看，我都把你当自己人，你可千万不要跟温敬晨说啊，好不好嘛？唉，我就知道。行，现在我也得配合你爸。不过，接下来的这段日子，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啊。对啊，温总好。你们2个往那边腾一下，坐。好了，开始吧。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商业中心，这个亮点就是这个大广场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觉得不够完善，大家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善？你怎么想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广场确实不错，我也觉得还行啊。你觉得？我们这款锁啊，采用最新防盗科技，
将用于温氏旗下所有的地产项目。我相信来了专业开锁的，他也打不开啊。厉害厉害，都跑了这么久了，还能保持这个情况。哎呀，这跑步机上的数据一看就不对，心率150，正常人这么高早就猝死了。脂肪、运动频率、室内温度以及湿度都是决定消耗卡路里的重要因素，这上面一项数据都没有，足以说明制造商的草率。文经理，不行。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文经理，这锁不行。袁助理，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吗？我觉得中间的广场太空旷了一些。那就把中间广场配套设施完善一些，充分利用每一份土地资源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确实不错，好看。就是。不是，他涉及的领域就那么广泛吗？连运动器械他都懂啊？我知道了，你们给我定结了。这运动器械、防盗装置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人。要不我说你们这种有钱人最好骗了，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说啊，你一个瘦不拉几的小姑娘，能拆能装还能跑，防盗锁都拦不住你。你们金融学校就教了这些啊？你不会以为我是小偷吧？那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这我得好好跟你解释一下了。小时候呢，我爸呀，他老把我关在家里学习，这也不让我去，那也不让我去，那我又爱出去玩，所以我就练就了这一身本事了。那你确实挺厉害的。哼，不过呢，你最近的表现啊，确实很出色。是吧？那我能不能提前预支我的薪水和奖金啊？只要58000就可以了。你说，他要是知道你这么着急跟他解约，该有多伤心？你想多了，他才不会呢。每天连面都见不到，我估计啊，他巴不得我早点走呢。你就说能不能预支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呢，不过什么？要等到这次土地拍卖成功之后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不用，我只要58000就行了。不过为什么要等到拍卖以后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那你别后悔啊。到了，师傅啊，谢谢你的宵夜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晚安。我是让你看看现在几点了。凌晨1点啊。那明天几点上班啊？9点啊。对啊，我现在从这里开车回去要1个小时，洗漱要1个小时，明早过来接你还要1个小时，我只剩不到5个小时的睡眠了。哦，那你明天不用来接我了，我自己坐地铁去上班。你多睡一会儿。干嘛？今天太晚了，我就住在你家了。那不行，这温家要是看见了怎么办？我可是用生命在帮你男人赚钱啊！就算我跟他的女人在家里加班，你觉得他会说我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呀！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。
哎呀妈呀，不行，圆，你不是这样的人设，你现在扮演着袁思雅是有婚约的人，请注意你的精神运行轨道。圆，清醒一点。咦，看样子是成了啊，那您这是要回归家庭了？还差一步，生米咱就煮成熟饭。你思想能不能纯洁一点？我可是很尊重他的，我们两个之间呢，现在只差认爱。就您那一笑，就说明一切了啊！那孤男寡女，那共处一室，嘤大坏蛋，这换小说里早就大结局了。桂姨，注意你的言行，赶紧出去，人家一会儿进来了。我走，我懂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把所有卧室的门都给我锁上。淘气，这造情境，把我想成什么人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哎呀，客房的门都锁了，钥匙也找不到了，今晚就只能在这将就一下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小袁知道您进屋睡，他就去客房了。我不是让你把门都锁上了吗？我是锁了呀，结果人家就用一张卡，就把门给撬开了，捎带手从里面就给反锁了。我真是怎么打也打不开呀！哎呀，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一个女孩子的特长是溜窗撬锁。哎呀，把钥匙给我。关键是还能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啊！那3下5除2，咔咔，那2下搞定，哎，优秀啊！既然这次的方案全票通过，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就辛苦大家去落实了。都是温经理领导有方啊！袁特助的加盟让咱们温氏集团如虎添翼呀！是啊，要不是袁特助，我们也想不到有这么多细微的风险。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只是动动嘴皮子。看人家多谦虚，刚刚毕业，不仅才华出众，这素质内涵也是了得啊！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怪不得温经理慧眼识珠，把你从前台转为特助呢。真是盯死人了，我倒真想回去当前台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准备一套礼服，后天得陪我一起。我也要去啊！当然了，袁特助，你可不能失了身份啊！所以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我的朋友里面，你是最懂穿搭的了。谢谢。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。从我高中开始到我读研，每次都是我代表学校参加演讲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衣品，特别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讲，衣服就是我们的武器。每次不一样的场合、不一样的环境，我们都要变换不一样的战服，才能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那个花瓶。是星 star， 那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是给人看的吗？划重点是闪亮，闪亮。说说吧，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？土地拍卖会，点难度都没有嘛？对我很有难度啊，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？你能帮帮我吗？别担心，我衣橱里的衣服风格多样，够你撑到见女婿都够。66666，优秀！走吧，让大家看看谁才是最闪亮的那个妞。走。你说你这造型是在谁家做的？赶紧告诉我，我发到公司群邮件里去，让所有人都再不许去那家了。我这造型怎么啦？这可是专业造型师给我打的。就这还专业呢？你看不出吗？我这一身上下都是大牌，限量版的。是，名牌。不过你也挺厉害的。你说你这一身的 A 货都是从哪儿淘来的呢 ？A 货。行了，赶紧找地方脱下来。
哎，试试看这个怎么样？服务员，把这个包也拿来搭一下。啊，好的。你还挺会挑的嘛，以前是不是经常带女孩子来逛啊？我哪有啊？咦，骗鬼呢！我没买过，还没看过啊。3.8万，什么鬼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先生，来试一下。来，这才有点特殊的样子。哎，温经理，你去帮我把那个毛茸茸的衣服拿过来行吗？啊，就那件。去吧去吧，看起来还挺好看的。2万，这么小一个包包竟然要2万，那加起来不就是5.8万？2位一共消费5.8万，请问多少？您好，2位一共消费5.8万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又是5.8万，我看他分明就是想让我把钱花掉。对，一定是老男人指使的。你确定要这件？也不好看啊。是啊，好像也不怎么好看嘛。那个，给你。嘿，你都不要了吗？不要啊，颜色太老气了。这包也要啊。我们去看看别的吧。啊，你看看这个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走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那就这件吧。还是再看看吧。其实我觉得刚刚有点决定看。喂，你逛了这么多，一件都不买啊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逛一些亲民的品牌。亲民？你知道得有哪些人参加吗？哪里有民可以让你亲啊？这不刚好？你不正想显得我突出吗？温晋晨也会去。什么？那我不去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。有你在更危险好吗？你就不能把我想的单纯一点吗？我总觉得你现在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哎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，我跟你保证，等结束以后，一切都会结束，包括你跟他的婚约。哎呀，好了，去逛逛别的。我还是回去搜搜淘宝同款吧，也比这儿便宜啊。那我送你。他真这么说？那没错啊，那我都让他绕蒙圈了我。顾姨啊，怎么了？这些衣服是啊，商场刚派人送来的。商场送过来的啊？那赶紧退回去啊，我又买不起。嗨，退，说是师傅送你的。他会那么好？我觉得你那师傅真挺好的。唉，你不会要跟我说让我抓紧机会吧？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啊？那男人最懂男人心了。那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此用心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想泡你。是吧？啊，其实我也看出来他是故意的，而且非常用心。故意泡他老板的女人，给我穿情侣款礼服，在重要的场合打他老板的面子，杀人于无形。您这思想太复杂了。不，是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个人啊，他对你好，不一定是喜欢你，说不定啊是在你身上有利可图。哎，你那太阴谋论了。从他接触到我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他是有预谋的。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家公子，一个是长期被领导压制的凤凰男。凤凰男早就不满贵家公子嚣张跋扈的状态，在一次意外之下结识了贵家公子的新婚妻子，在这简称小白兔啊。凤凰男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。机会来了。于是凤凰男制造了一起英雄救美的事件，成功引起了小白兔的青睐。此时
贵家公子注意到了自己新婚妻子的异常，时不时抛出了对小白兔关心的讯息，实则是想压制平衡小白兔对凤凰男的好感，以挽回自己的面子。而故事到这里也就真正的拉开了帷幕。小白兔在凤凰男的猛烈攻势下，终于交出了自己的真心，而凤凰男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然后呢？知道凤凰男要干什么吗？他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快，给我！报复，这就是我师父的目的，想借我的手杀了温敬晨的面子。这招借刀杀人，他也太狠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还以为我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里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看透了他的一生，所以这场鸿门宴我不能去。你绝对不能去呀，秋儿姐，你太优秀了。不对呀，后来我这么一琢磨，妈呀，合着是我掉进他蚊子陷阱里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急事，要先走了。啊，没事，您先忙。文俊，替我照顾好刘经理。啥？哦，温敬晨，我说你怎么每一次回来都喜欢关灯啊？听说你去我们公司上班了，工资还挺高的。是啊，这应该不算违反我们的约定吧？我这是在靠我自己的能力赚钱，你可千万不能因为……干得很好啊！温经理他是个人才，我很看好的。啥？这次拍卖很重要，关系到集团的未来，而温经理呢，又是成败的关键。不管他跟你提什么要求，你照办便是。可是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不想解约了？当然想啊，但是我跟他去拍卖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会不会丢了您的面子啊？我更关心的是集团的未来。如果能成功呢，你所有的要求都会满足。真的吗？会场见。您过一会儿真的打算给小云一个惊喜？是啊，是时候让他知道他男人的身份了。因为那顿5万8，你知道吗？他把那顿饭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还是在意您的。毛总知道啊。怎么样？我的眼光还不错吧？是，您的眼光一向独到。看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他在这里，在这儿又怎样？温经理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这么明目张胆的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们俩位置在一起。不行，这样我会很不安的。你不跟我坐在一起，我才会不安。走。我。老男人呢？老男人，不是说他会在这儿吗？各位领导，在座的所有嘉宾、评委们，大家好！受主办方有关部门的委托，本次咱们拍卖大会由我们旭盛集团全权代理。当然，为了保证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呢，
我们也请到了监督代表，对我们本次拍卖进行了全程的依法监督。请允许我宣布，拍卖大会现在正式开始。本次2期土地起拍价为人民币3亿元整，每次加价金额为3000万元。现在开始竞价。远洋方产给出了3亿3000万，嘉喜集团给出了3亿6000万，3亿9000万，4亿2000万，4亿5000万。嘉喜集团继续加价，我们的价格加到了4亿5000万。现场还有朋友要加价吗？他的出价以及方案已经基本摸清楚了。只要顺利把这块地拿下来，我相信爷爷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对我有改观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因为爱情。我得进去了，里面已经开始了。切记不要心软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清楚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竞价是越来越激烈了。接下来还有人要竞价吗？哎，你怎么不举牌啊？不急。5亿8千万。我去，巨生集团出了5亿8千万。现场还有比这更高的价格吗？不过我看大老板们都没出手啊。前面都是小虾米，这都够我吃一辈子5万8了。哎，这地这么便宜，能赚钱吗？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朋友？5亿8千万一次。9亿，这哪家公司啊？这是谁呀？好久不见啊，温总。哎，是谁呀？刚刚竟然认识。我代表天一集团出价9个亿，请问这位女士是？这位女士是天一集团新任总裁叶芷瑜女士。哇，怪不得呢。现在天一集团给出了9个亿的价格，请问现场还有比9亿更多的吗？请问温氏集团，您要加价吗？9亿一次，9亿2次，9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天一集团！跟着我们喝别忘了啊！好。总裁的。我说是为了你，你信吗？为了我，你当年就不应该出国。我知道当年选择离开的确是伤害了你，现在回来弥补也不晚啊。叶总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就算我当年没选择离开，我们现在也不一定会在一起。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相爱就能拉近的，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能成为一个和你并肩的人。现在可以考虑我们的未来了。当当，这里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这是今晚他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为我准备的？没错，这是老板准备给你的惊喜。本来呢是想在结束之后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只可惜让叶芷瑜拿下了。哎，刚刚那个叶芷瑜是温经理的初恋啊？至于吗？我又不会说出去。再说了，我只是温经理的一个小助理，这么敏感干嘛？
我晚上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跟温经理说一声。哎，你走我不好交代啊。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我知道啊，可你并不爱他。那也跟你没有关系。月呢？走了，好像因为你初恋这件事儿，他还有点不开心。哎，老板，叶芷瑜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会突然回国了？煮熟的鸭子都让你给弄废了。你搞什么名堂？现在就连2期的地也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向董事会交代？是我的疏忽，我以为我的估价已经是最高的了，没想到对方愿意多出1个亿来争这块地。难道你就不去调查一下？好端端的就冒出这么一个小的公司，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价，这背后的人，他到底是谁啊？这个公司的投资资金都是来自海外，现在正在调查。目前查到的 CEO 是叶芷瑜。叶芷瑜，就是那个出国的小女孩。是的。那不刚好吗？现在如果你找她去聊，这事情有可能还会有转机。你现在跟她商量一下，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拿开发权。爷爷，当初送她出国的是您，您现在让我为了一块地去跟她打感情牌。就是由于是我送她出的国，她才要感谢咱们温家。可是爷爷，总之啊，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，所以你要尽全力把这损失给我降到最低。你不去约他，那就我去。明天我约他谈判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初恋就初恋呗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是有夫之妇，我在温家1天，我就是温家人，我一定要恪守妇道。没错，像我这么有责任心的人，一定是因为拍卖失败了，而我又是特助，所以才会感到如此失落。我已经尽了全力去发动周围所有的人脉去找，之前马上就能找到袁思雅的具体地址了，但是好像有人故意在隐藏这一切，所有的线索全部中断，我根本没有办法继续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对我们隐藏他的信息？很有可能他就是故意藏了起来。思雅，难道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？宋叔哥，麻烦你帮我继续查去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躲着。对方的势力很大，而且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叫我停止现在的行为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你要是帮不到，那我去找别人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小裴啊，看在兄弟的份上，我发自内心的劝你一句，不要再找了。嘿，对着空气说，以为你在那空荡的房间。您回来了？他睡了吗？啊，睡了。不过回来的时候一直在叹气，看样子好像很难过呀。开始想你了，
某些情绪开始脆弱，才晓得曾经拥有过才会难过。越是深刻，就越不舍，认了这结果，你的选择。好像因为你初恋这件事儿，他有点不开心。我放手了，你走了，可然后呢？爱好像是我弄丢了，可然后呢？爱怎么装作没来过，可然后呢？爱变成回忆的漩涡，吞噬我。叶小姐啊，你真的愿意和我们温氏集团一起拿下城关商业区的开发权？天一是个新公司，能和温氏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，拿到开发权的几率更高。且两家公司一起合作，温氏也能够将17、27同步规划，利润空间也更大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说说看。温晋晨必须亲自负责。你是想报复我呀？我现在想想，其实您当时让我离开他，真是明智之举啊，否则我也没这个能力来您面前谈条件。几年不见，白手起家，你确实令我刮目相看呀。你这个条件，我答应。修哲哥，你怎么大白天喝酒啊？你不会喝了一晚上吧？到底怎么了？李姐找不到。你不是说他在文达市吗？李姐故意不让我找到他，他不想结婚，他有自己喜欢的男人，所以跑了。喜欢的男人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咱俩像傻子一样，苦苦找他。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，在你姐还没回来之前，你先帮你姐完成婚礼。我们当时说好的是我帮她完成婚礼，我又没说要嫁到温家来。我已经派人在找了，你在这装个几天，等你姐回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所以说，她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，现在就真的变成我要代替她嫁给老男人了。她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，哪有心思关心我们的感受？哎，小圆圆，又迟到啊！早上有点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昨天我给你做的造型啊，有没有惊艳全场？确实很惊艳，是吧？那我先去上班了，下次有这事儿还找我啊。知道了。Anytime。这块地呀，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您还得多操心啊。放心吧，你先消消气。咱们还是先聊聊两个公司合作的事吧。文君，你先带爷爷他们去会议室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你给我回来！
等等我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月月在哪儿？月月不是去你那上班了吗？你别跟我装，他人呢？该不会是我跟他说了什么话吧？跟他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伤他心的话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因为你他出任何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那他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。李雪故意不让我找到他，他不想结婚，他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，哪有心思关心我们的感受？所以说，他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，现在就真的变成我要代替他嫁给老男人了。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原来是初恋回来了。你说我弟弟现在在疯狂的找思雅？对啊，就连你家老爷子都这么住他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死丫头，这段日子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去文达市实习了。实习？哎呦，我都在本市给你问好工作了，你去那破城市干嘛？你打听的，不是饿了么就是菜鸟驿站。难不成你真想让我去送快递啊？是阿里大公司，五险一金全都有，人家还看得上你呢。你要是愿意留下工作，我随时都能陪你过去。好啦好啦，知道啦。怎么这么烫啊？我都已经烧到38度6了，养了个女儿对我不闻不问的。我现在已经心如死灰，就当没生过你这个闺女。那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？做梦！做完啦，我梦见你已经原谅我了。死丫头，哪那么便宜你啊？那你开个条件，说什么我都能答应你。我要吃火锅。不行，你正发烧呢，不能吃那么辣的。不买是吗？你走，没你这闺女。吃还不行吗？真的？只能吃一口啊。老板，找到了吗？高铁和机票都没有购买记录，再多雇一点人，掘地3尺都要找出来。恕我直言，这恐怕有点难度。即便是整个文大市也够搜个10天半个月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先想办法联系上他最好的朋友或者什么人，他肯接电话的那种。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，快把你手机借我用下。哎，不行。温总啊，温经理好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放这么多料进去，多久才能吃啊？又不会少你一口吃的。公司的电话。喂。听桂姨说你走了。我，对，
那个破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？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辅佐温经理拿下这次拍卖，我便跟你解约。可惜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失望就失望呗，你别老拿这件事威胁我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跟你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好啊，你跑了，那这账我要跟温经理好好算一算。你找他算呗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确定想泡我的女人？我有100种方法可以让温经理生不如死。那我希望你看到他下场的时候，还能像现在这么嘴硬。继续工作。哎，管好你的嘴。怎么了？有坏人威胁你吗？揍他呀！这么多年体育白练了。打人犯法，妈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哎呀，久违的味道。说好啦，只能吃1口辣的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。真啰嗦。我还想再吃1口。吃这边。求求你再让我吃1口嘛。最后1口啊，我绝对不会再退步了。哎呀，那些不吃辣的人呢，简直是错过了人间美味呀！那个是我的拿手好菜，特别好吃。我还是不尝了吧。怎么，瞧不起我的手艺啊？小姐，她可能是吃不了太辣。是啊，2个口味不一样的人怎么能吃到一块呢？喂，笑容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帮我去看看温经理有没有事呗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再帮我拍1张照片啊？好，谢谢啊。是这边，是这边。哎，温经理是谁啊？一个欠揍的人。请问你找温经理吗？这个办公室的经理姓温吗？对啊。谢谢。什么？您让我冒充老男人打您？我这不投啊！小袁肯定认得出我。我们不是投资过一家影视公司吗？你去找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戏要好的那种。好。对了，还要又老又丑。还真是你啊！你考什么名堂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这位先生来找温经理，我把他带上了。我没事，我去工作了。这是小袁的闺蜜。闺蜜？哎，我呢？哎，哥，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来，打我！啊！我让你打你就打，等会儿再跟你解释。来嘛，打我！你来真的？哎，做做样子，别真打。我数3个数，1、2、3。行了吗？起来！吃错药了，赶紧去盯下陪修者，看月月会不会去找他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不是听说你失败了吗？过来看看你。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就来了？嗨，我来办点私事儿。我听说爷爷很生气，没事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不要把事情搞太大，不然他会更生气。你不会还因为那个女孩吧？真要掘地3尺把她找出来啊？不用，我相信他会自己回来的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对了，哥，
你这次回国待多久啊？办完事就走。你还是回来吧，公司需要你。我回来干嘛呀？天天听老爷子骂。你好好干啊，只要他高兴，咱们就过得快活。行了，我看你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不说了。哥，明天去我家喝酒吧。你今天很奇怪呀，啊？怎么着？你这内心又有愧疚感了？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是我弟弟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让给你的，别多想啊。哎，除了女人。明天见。那我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就真的不在乎我吗？哟，这谁啊？还打起来了？怎么，你男朋友啊？瞧你心疼的样子。哎呀，妈，不是被打的那个吧？长得还行，哎，就是太窝囊，怎么不知道还手啊？你要是担心他，回去看看他。妈，你说是不是真有那种黑社会，就是弄出人命都没事的？想什么呢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没看满大街的扫黑除恶吗？哼，谁还敢惹事？来来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我的回忆里埋藏多少秘密，一直都害怕听到有人在提起。第一次相遇，我们都是为了逃离，有些默契，才想尝试爱情。有太多可以，只为看清楚你。没有防备，才有真实的自己。漫天云雾里，我们的心却在靠近。我很确定，这是期待的爱情。这个是，我们我看，我建议上节目了，来，不想数据分析这个，你看现在，那很厉害，这小意思。朋友，我观察你半天了，一个人啊，咱俩拼个桌吧。我性取向很正常。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呢也是一个人来喝酒的，但是一个人喝酒啊，目的性显得太强了，不太好把到妹。咱们要拼个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你就当帮个忙嘛！你看这场子里面美女这么多啊，你看那桌那俩美女就挺好的，要不要去试试？不感兴趣。看你这个状态，
怎么了？失恋了？被绿了？哎呀，看来我是说对了，其实咱俩差不多，啊，更应该喝一个。爹是，有人追我女朋友。这有什么一样的？当然一样，一样很无奈啊。兄弟，我看你情绪一直不是很高啊。既然咱俩坐到一张桌子上，大小也算半个朋友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念叨念叨，我倒想知道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让这么大个大帅哥这么难过。哎，别一个人喝嘛，来。啊，怎么没睡好啊？早。是担心你男朋友了吧？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哎呦，我懂，暧昧期对吧？我不跟你说了，老没个正形。臭丫头，都担心成这个样子了，还嘴硬啊？喜欢就喜欢呗，什么时候见你这么纠结过？一点都不随妈，要敢爱敢恨，知道吧？敢爱敢恨。难不成跟你一样，那2个月就嫁给我爸，没过2年又离婚啦？那还不是因为他欺骗我，装成是穷小子博取我的同情，谁知他原来是……我说起来都是气。哎，说说你这个吧，他1个月挣多少钱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再问他是不是有房子？不知道，知道是个房地产公司的经理。中介啊，中介好呀，像这种不高不低的最好了。那种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对，你看那个打你男人的人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什么玩意儿？夏蓉，圆圆，听说温经理被董事长软禁了。软禁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什么招标没通过，房车都被没收了。昨天还在办公室睡了1夜呢。太过分了吧？那温经理现在怎么样？反正挺不好的，公司上下都议论纷纷的。你有机会赶紧回来看看吧。妈，我得先回去一趟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得回去解决。你吓死我了！你好，这人怎么长得跟我前男友一副怂样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渣！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在给小袁打电话？小什么袁打什么电话？我跟谁打电话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偷听别人电话，你违法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温经理办公室的入口，我是温经理的秘书。你派在这里打电话，我只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。其实你也可以下去打的。打什么招呼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小荣啊，打招呼不是重点，打电话才是重点。哎，从工作角度上分析，你是经理秘书，我是法务专员，我们不熟。从私交角度上分析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谈话，也说明了我们不熟。如果你是个有职业素养的人的话，你应该称我为一声龙律或者龙法务，而不是站在这里直呼我的名字。Understand？现在时间都是这样子的。老板，昨晚又在公司睡的呀？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啊，现在员工们都在胡乱猜测，您再这样下去，
温董那边又该布马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对了，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份文件，一会儿打好了给我送来。好。龙啸荣那边有问出什么吗？还说呢，自从您给自己降职了之后啊，我也算跟着一起降职了。一个试用期都没过的实习生都来怼我，可以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要不您去问问袁家石那边，他自己的女儿去哪儿了，他应该最清楚。不用了。哎，老板，以前要是小袁消失了，您恨不得把整个文达市都翻一遍，您现在怎么？这段时间我也做了反省，确实我这样做为他带来了太多压力，所以我要换一种方式，以静制动，等他自己找回来。所以您就这么折磨自己啊？哎呀，其实他有没有可能去川田市啊？上次他不就买了一张去川田市的票吗？而且川田市离这儿又不远，打个出租车就能过去。我觉得把这个文件给我爷爷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不是已经制动吗？温总好。金真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？我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看他刚要出来，就被拉去办公室开会了。过分！笑容，你是学法律的，他这种行为算不算违法？当然了，别说别的，劳动法他就不允许，强制员工加班，限制人身自由，这两条就能够陪到他哭。好，那就让他哭。你都帮我拍几张照片，留好证据啊！你要干嘛？这一次一定要跟老男人做个了断。老男人？什么老男人？没什么，那我先挂了啊。既然他在文达市，那他肯定会回家，我就算等，也要把他等出来。哼！以天一的实力，愿意出9个亿拿下这块地，不论怎么看，结果都只会是亏损。所以和温氏集团合作是天一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。那我尽快成立专项组，到时候具体的再跟叶总谈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有些事情要处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得抓紧时间跟芷瑜好好的聊一聊。今天不太方便，改天吧。等一下，我陪温总一趟吧，这样可以在路上聊一下。我去哪儿你都要跟着吗？我是要去外地。我知道。我去找我的女人。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我饿了，我们先去吃饭。那你先忙工作，工作忙完之后我们再聚，好吧？站住！我还以为要等你好久呢，正好你今天过来了，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你生我气可以，你凭什么针对温经理啊？啊？温经理？啊？怎么了？打我！啊？打我！哎！做做样子，别真打。哼，心疼了。你这个人啊，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是违法的。你想怎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给你看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证据我可都有。你要是不想有牢狱之灾的话，我劝你，你乖乖给我把婚约解除了。小丫头，你觉得单凭这几张照片就想告倒我？你还非法监禁，你违背了劳务法、劳动法。那不重要。总之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给我把婚约解除了。解除婚约，好，没问题啊。但是你应该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怎么每次都有条件？说。你看啊，咱们两个呢，好歹夫妻一场，解除婚约可以，但是你晚上得陪我一晚上。我陪你个大头鬼啊你！我还是给你10万的离婚费吧。10万？好，那你现在给我。现在？哼。
我可以坐后面吗？后面是做小动物的，你觉得你坐合适吗？还有，你有点太不礼貌了。你坐在后面把我当什么？当你司机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带我去哪？你觉得两口子在一起能去哪儿？干嘛？可以干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买菜、做饭，最多6个姐。哎，你想干嘛？安全带。我自己来好了。你手可以拿出来了。看什么？吃啊！你不是饿了吗？在这吃啊？在这儿吃怎么了？啊，看来你那个野男人从来不带你到这么接地气儿的地方吃饭吧？好吃啊！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啊。没想到这个老男人还挺接地气的。这样干，宝贝儿，再来2盘。我不是不让你吃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吃兔子？为什么不可以吃兔子？兔子那么可爱。你以后不许吃了。好好好，以后不吃了。人是会变的。因为他，你喜欢他什么？你怎么吃兔子啊？怎么从小就吃啊？你要尝尝吗？我还没啃呢。不，尝一口嘛，好香的。你吃。不懂享受。我说你一个大老板，不应该天天鱼吃鲍鱼吗？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谁规定大老板不能吃路边摊了？啊，我倒对你挺好奇的，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说你喜欢他什么？这个人我很了解的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。是啊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。你要去哪？有时候甚至蛮横不讲理。干嘛？陪我啊！是，只要我出现困难的时候，他总会第一个出现，并且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我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要逃婚啊？人生只有一次，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呢？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师傅，爱你哦。在他身上，么么哒。现在你我好像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。我的钱都给花没了。也许这才是我想要活成的样子吧。虽然他现在这些办法看起来有些傻乎乎的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，他是真心想帮助我的人。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我非常开心。而我却活成了你的样子，是不是很讽刺？人嘛，不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那也比被强迫好得多。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。就因为你爷爷的一句话，我受了多少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不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，这么多年支撑我下来，熬到能跟你门当户对的信念是什么？是你。你现在跟我说过去了。我理解你的感受。你不理解，因为你从来不会顾虑别人的感受。就算你会，也是因为他，而不是我。所以我才不希望你跟过来啊。你记住了，现在是你求着我，不论是工作还是找女人。
川田市这么大，你准备怎么找？不知道，看缘分吧。浪费时间。有没有照片啊？好啦，转过去了，谢谢老板。慢走啊，美女。走吧，单买完了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你带我来这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节约没问题，但是你得陪我一个晚上。我是说陪你一晚，可我没说这么陪啊。再说了，我不是请你吃烧烤了吗？当然了，肚子要是不吃饱的话，哪有力气啊？有病！去哪儿啊？放开我！你再不放开我，我报警了！我有100种方法可以让温经理生不如死。哎，我发现你还真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啊！10万块再加上你父亲卖公司的20个亿，成本太高了。10万块，我想办法还给你。而且我和我爸的公司真的没关系。不会吧？你不会那么无情吧？那可是你父亲啊！你要知道，他如果违约的话，那就不单单是20亿的问题了。他跟我们签了对赌，如果违约的话，他会赔得倾家荡产。哎呀，每天因为这种事情自杀的我见得太多了。你真的不怕？还有那个野男人，我也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真的不会再针对他吗？说到做到。不行，我做不到，这样是背叛。几个意思啊？背叛谁啊？背叛那个野男人啊？好啊，那这样，你现在就回去找他。但是今天晚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许对外说，如果让我知道了，你懂的。哎，那我们的婚约呢？婚约啊，看你表现喽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许你欺负我的妹妹。所以你就包下了所有的楼宇广告？我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儿。谢谢啊。不需要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任何女人做的都好。自己看吧。知道吗？
浪费时间。对不起啊，这么晚了还让你赶过来。是我该跟你说对不起，那些话本来不应该跟你说的。咱们毕竟不能单凭一张照片就给你姐判死刑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还会这么替她说话吗？其实我姐还挺幸运的，有你这么喜欢她。她要是像你这么想，那该多好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那你没有找你那个师傅吗？上次他来店里面不停的问我你的消息，别提有多紧张了。我觉得呀，他好像真的挺喜欢你的。怎么所有人都这么说啊？那就是真的喜欢你啊。你是怕我太喜欢你，你才这么说的吧？其实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是吧？但月月，你只是把我当妹妹。嗯，这种拒绝的话，我是不会让别人说出来的，因为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我是怕你伤心。我都已经被你伤得透透的了，上次。修哲哥，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，谢谢你坦诚跟我把话说清楚，让我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内心。月月，你还好吧？确定没受刺激？我受什么刺激啊？我现在是真的明白我自己的内心了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只是把你当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要再自恋了。好的吧，小妹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啊还真是个自恋狂。有人干嘛呢？咋？哎，那个便当给你做好了，赶紧拿去吧，别迟到了。海鲜鸡蛋？什么海星？这明明就是个鸡蛋。给温经理的。你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对老温？没有，我这是给你的。哎呀，你看你最近也辛苦了，多吃个鸡蛋给你补身体啊。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我还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啊！我就是感慨一下。哎，8:55了，那你快进去吧。你真不上班了？那你好歹跟温经理说一下吧。在我要做的事情没做到之前，我还不能见他，不能给他添麻烦。哎，小荣，帮我把这个带给他吧，千万不要说是我送的啊！啊，进去吧。这什么情况啊你？那我走了。啊。既然这个老男人性格琢磨不透，行踪飘忽不定，脑子还有问题，那我就主动出击。哼！老板，便当。这谁的？前台说给您的，扔了。扔了多可惜啊！况且您昨天也没吃什么东西，要吃你吃吧。那好吧。哇，好香啊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李秘书，人事部经理让您过去一趟。好。
这种味道，你果然还是关心我的。老板，您不是说您不吃吗？这谁送的啊？前台。那你去问问前台谁送的，把那人给我叫上来。嗯。这个谁让你送的？是不好吃吗？我在问你是谁让你送的？没毒的，我保证。哎呦，我没说这个有毒，我问你是谁让你送的，你把那个人给我叫上来。他也不让我说呀。你是听不懂我的问题吗？我再问最后一遍。说不说？说了我就是背叛朋友，不说我要被开了怎么办？我给你3秒钟时间。3、2、1。这饭里有毒！啊！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小袁，小袁，哎，小荣，你死了，快来医院啊你！哦。死了！这次真的死了，怎么办呀？怎么还中毒了呢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小袁，你干嘛害我呀？我干嘛害你啊？那你就陷害温经理。哎呀，小袁，我知道你在他手底下受了委屈，可杀人这事犯法啊！温经理怎么了？是的，你的饭中毒了。啊！在哪？803。冷静，龙小荣。我们先来算一下，按照现在的量刑标准的话，这算是过失杀人。过失杀人的话，哦，不对，我算是协助杀人。协助杀人的话，应该是判5年。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最多就判3年。可3年之后我就有污点了，怎么找工作？你没事吧？3年以后我就28岁了，这监狱里面会不会很干啊？会不会老得很快？我要不要带点保养品进去呢？你还真是深谋远虑啊，连狱中生活都考虑好了。杀死老板这事儿吧，大家心里都有过，可是做个梦爽一下就好了吗？小袁怎么能付诸行动呢？哎呀！你没事啊？我再也不会让你逃了。